兰的温泉乡大溪3月2日要来推出着热气球的嘉年华，即个要出动着8粒的大细粒的热气球，阁有夜间灯光的表演甲音乐会，会邀请着歌手来唱歌，听啊哪听音乐，哪看美景，非常浪漫。 要出发啦！大人囡仔拢真欢喜，随着热气球慢慢的升空，心情是紧张佮期待。位半空中会使看到宜兰的风景，龙潭湖边平谷看山水景色拢看会到，这是坐热气球上好的所在。宜兰大溪热气球嘉年华2、6咧举行，去年因为疫情影响停办，今年疫情有较会啊，当然爱好好办。除了有3粒7层楼高的热气球，今年佫新增加5粒2层楼高较细粒的热气球。 暗时配合光雕表演，看起来是五彩缤纷，佮邀请出名的歌手来唱歌。目前有7晚，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都能够走出户外一同来观赏我们礁溪热气球的活动。想要坐热气球，无得较爱出国，去大溪除了浸温泉以外，可以享受这款特殊佮趣味的生活。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